11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將在5月1號來展開，因為今年報稅頭一天拄好是國定假日，全國各地國稅局分局無提供臨櫃來申報，甲着查調所得的服務。不過民眾也是會用透過網絡或者是手機來報稅。而且還有高額的獎金會用來抽獎。今年我們法定的決算申報從5月1號到5月31號。那今年很特別的就是5月1號是全國一起放假，所以包含我們公務人員也放假。那呼籲民眾呢，我們國稅局是不提供臨櫃服務，呼籲民眾在家裡用手機跟網絡來進行申報。那我們的截止時間呢，原則是本來是5月31號，因為遇到假日，所以延到6月1號。那另外我們也跟往年一樣提供了手機報稅的抽獎活動，那總獎額有525萬，那總名額大概有19000多名，有現金獎跟電子禮券獎，那現金獎最高是5萬元。國稅局南區分局除了呼籲民眾賣白走，臨櫃辦理的部分對5月4號開放，而且今年報稅還有6大的新制度，包括基本生活費用對21萬調懸到21萬3，而且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嘛提懸到18萬，以及人工薪資會用來報醫藥甲着生育的費用，不過要注意條件的限制。在一些報稅新制方面，大概有6個哦。就我們長照特別扣除額呢，從12萬調高到18萬。那另外還有我們就是民眾，如果你到醫療機構去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療程的話呢，如果這些的生殖機構它不是健保的特約醫院，也不是公立醫院，也不是我們財政部核准會計記錄完備的醫院，但是它是有接受政府的補助的話，民眾拿到這些的醫療費的收據，扣掉政府的補助跟保險給付，一樣可以來認列我們的醫藥及生育費。除了臨櫃報稅要到5月4號才能辦理，另外在開放民眾查調所得，國稅局嘛提前在4月28開放辦理，有需要的民眾會用透過網絡到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線頂來取得，或者是臨櫃來辦理。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要不要收音一下？5月4號再來。